够了，好，来，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所有人一起，因为只有7节而已，好，8节而已，我们一起来读。来，请。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对他们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着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时，耶稣吩咐门徒，不可对任何说他是基督。我们再把第19节再读一次，来，请。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个钥匙很奇妙，我身上有很多钥匙，来，我给你们看一下哈。我有一串钥匙，然后我这边呢又挂了一串钥匙。好，这些钥匙里面呢各有各的功用，各有各的功用。这只是我摩托车的钥匙，这只是我汽车的钥匙。这一支是我办公室2楼办公室的钥匙，还有呢我家的钥匙，林林总总数一数，我现在手上这一串就大概有10支钥匙。不知道你们身上有多少支钥匙？来，你把它拿出来看一下，你数一下你有多少支钥匙。来，你身上有多少支钥匙？拿出来数一下，快点。有没有超过10支的，请举手。有没有超过10支的，请举手。好，有人超过10支，好，手放下。但是呢，很奇妙的是，我发觉我手中这串钥匙呢，好像是我掌握，我每天我都会去使用到的钥匙。可是呢，却很奇妙的是，在这些钥匙的背后呢，我掌握的呢是更多的钥匙。这串钥匙是教会整栋楼所有每一个门、每一个空间的钥匙在里面，还有遥控器可以开门的。在这么多的钥匙里面呢，我们常常在想，这些钥匙它到底能够帮助我们什么？家里面的钥匙，它的功用是让我们可以进家门；遥控器的钥匙可以让我把车子打开的门打开，我再另外一支钥匙来发动。还有人呢，可能我们比较年长或我们家里的父母，他有什么银行保管箱的钥匙？那个钥匙呢，是要进去银行里面去开你所放在银行里面的财物。或者是呢，还有一种钥匙，不是这种有形的，这种有形的钥匙之外，还有一种叫做无形的钥匙，提款卡。提款卡需不需要钥匙？需要，它需要密码，你才能去领取你放在银行里面的钱。还有更多的东西，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所谓的钥匙，来协助我们去取得那样的东西。比如说，各位在读书，你必须靠着书本，你才能获得这些知识。所以，钥匙的功用呢，我简单的来把它讲一下。它可能就是让我们从一个空间进入到另外一个空间。我们从1楼进来，我们要到2楼，2楼要进礼拜堂的这个门，我们需要一把钥匙，我们才进得来。或者是我们需要取得一个东西的一个工具，或者是我们要去探索一个未知的一个地方、知识、一个神秘的经验的时候，它所需要的。那么，刚刚请各位把钥匙拿出来，你觉得哪一支钥匙对你最重要呢？不论是哪一支钥匙，对于你其实都蛮重要的。那么耶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呼召了他的门徒，他知道他要给这些门徒一支钥匙，
但是他带领这些门徒一段时间之后，这些门徒也跟着他，看着他行了许多医治的神迹，也听耶稣教导了很多的事情，也明白了一些道理。然而在这个时候，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耶稣是在喂饱5000人的一些群众之后，他让群众离开，他跟门徒渡过河、渡过湖，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节凯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地方。这是一个位在加利利湖北边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靠近约旦河的源头。在那个地方其实不属于犹太人的范围，它是一个非犹太人的地区，所以它有一些异教的宗教色彩在这里面。它远离了他们本身所熟悉的那个环境，在那个地方没有干扰，没有这些群众的干扰，只有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在过去的那段时间里面，耶稣一面的在关心跟随他的这些群众，一方面也在持续教导着门徒，教给他们一些知识、一些道理。但是在这个时候，耶稣忽然间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耶稣明白他即将怎样走向十字架的道路，他所剩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他必须呢要让门徒去了解、明白耶稣他真正的身份是什么。有人真的认识吗？知道吗？明白耶稣，认识耶稣他到底是谁？知道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在这个地方？是否耶稣也想知道，是否在他死后，有人会继续他的工作，来完成上帝国度的事工呢？这个是一个很急迫的问题，这是一个难题摆在眼前，它包含了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生存的一个问题。如果有人跟随他这些人没有明白这个道理，没有明白这是一个真理的时候，那耶稣前面的工作都白费了。但是如果有人明白了、知道了，耶稣的工作就会继续下去。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决定怎样来一次考试，他就问他的门徒，他要考试，他问门徒到底对耶稣了解多少？这些门徒相信他，然后跟随着他，他们真的知道耶稣是谁吗？是否像那些群众一样，是大家所期待的所谓的弥赛亚，或者是能够让大家生活改变、脱离那种政治束缚的这种生活的救世主吗？这些门徒常常跟群众在一起，所以他非常了解这些群众在想什么。但是耶稣想要知道的是，门徒心里对耶稣的看法到底是什么。所以耶稣就这样问说，一般的人在说人子是谁呢？但是我们今天读的版本是，人说我是谁呢？也就是说，耶稣问的问题是，那个人子到底是谁呢？其实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些门徒他没有听懂，没有认知到耶稣问这个话的意思，他们只按着过去对于他们在信仰里面的这种知识，照着耶稣这个问话来回答。他就说，有的是说是施洗者约翰，有的说是以利亚，有的也说是耶利米或其他先知中的一位。他们的认知，这个人子的层次就在于一个先知的层次。大家将耶稣和这些先知摆在一起，其实在那个时代已经是对耶稣最高的尊崇了，因为他像那些伟大的先知一样。因为像以利亚，他是被当作这个整个先知里面怎样最顶尖的、最 top 的一个。耶利米是在弥赛亚来之前的一个先锋部队，他也是在那个时代国家遭遇患难的时候的一个帮助。所以在门徒的眼中，他们看耶稣是一位老师，是一位先知，是一直在教导他们一些信仰道德的一个老师。但是他们也有发觉，耶稣在教导的时候跟这些拉比不太一样，所以呢就会有许多的跟随者跟着他们。那么门徒对这个问题说，你们说人子是谁呢？的回答的时候，其实已经表明了他们对耶稣的身份并没有真正的明白了解，
跟一般人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些门徒当中，彼得，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发觉，他其实是一个蛮冲动的人。可在这个问题当中，他发觉他跟随了耶稣一段时间，看见耶稣的许多的作为，可是令彼得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件事，那就是耶稣教导他信心这个功课。因为在那个时候，他看见耶稣从水面上走过来，彼得很兴奋，说：“我也要像你一样走在水面上。”耶稣说：“你来。”彼得走下去，他真的走下去，可是他突然间害怕，就沉了下去。他那时候说了一句话，说什么？有没有人记得？他说：“主啊，救我！”他呼求主的拯救。耶稣在那个时候及时的拉住他。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以及圣经后面里面的记载，彼得跟耶稣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密切的。不论在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彼得总是很快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不过在这个时候，耶稣在问这个问题，一般的人说人子是谁的时候，彼得却没有立即的反应出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其实他也在想，人子是谁呢？是跟一般的人想的一样吗？是跟你我想的一样吗？当耶稣接着问第二个问题说：“那么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他们在这个两个问题的中间，甚至他们面对第二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一片安静。他们可能脑海中想出了一个他们不敢讲出来的念头。可是在这个时候，彼得他明白，他了解耶稣问第一个问题的这个真正的意思。他知道耶稣是要让大家明白耶稣他真正的身份，不是这些日子跟着耶稣，看到耶稣行神迹，听耶稣讲道理，是一种先知，是一种拉比的身份。但是他们看着耶稣所说所做的一切，彼得清楚的知道，那是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所呈现出来，这个才是真正的身份，才是真正大家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和救世主。从第一个问题，一般人说人子是谁，到第二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这两个问题的中间，彼得短暂思考了一下，所以他回答了这句话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彼得把他这个重大的一个发现，和他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给他告白出来了。彼得所做的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承认，也是表明他认识到这个人子身上有那个时代的人所看不出来的一个奥秘。因此他下了定义，他看到当时的人没有看到的。他说：“你是弥赛亚。”他所说的含义就是说，你是一个弥赛亚，你超过了预备主道路的那个约翰，洗礼的一个约翰，你也超过了先知以利亚，更超过了那个专心守候等候的一个耶利米。耶稣是我们多年来的一个盼望。耶稣的一切所作所为，显明了他跟其他的教师不一样。所以彼得对耶稣说这句话说：“你不单单只是一个人子，你还是一个永生上帝的儿子，你是一个弥赛亚。”此时此刻，耶稣明白知道了，至少有一个人认识了他，知道了他是弥赛亚，他是上帝的独生爱子。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句话将一扇门打开了。这个门打开，可能跟我们所认知的那种神话故事，阿里巴巴说芝麻开门，门就打开了；或者说各位回到家里，或到朋友家按了电铃说我是许传道，他门就打开了。不一样的，打开的这个门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在这句话，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在3本福音书里面通通都有记载。对于彼得的话，他记载的不太一样，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马太福音里面所记载的是，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马可福音写的最简短，他只写你是基督。那路加福音写的更加清楚，表明了耶稣的身份。他写的你是上帝所立的基督。不同的文字长短、字数的多寡，其实都在表达一件事，就是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句话就是一个关键，是认识耶稣身份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回答。这个回答就是一个信仰旅程的开始，是人对于上帝一个确信的回应。彼得先前看到耶稣走在水面上，那个时候其实彼得有机会去确认、去确信他对耶稣的那个信心，以及去真正的认识耶稣。不过因为彼得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角度在看那件事，觉得耶稣走在水面上很神奇、很酷，所以想要跟耶稣一样，他自己用人的思考为主。所以当耶稣在这个时候问了这2个问题，彼得回答了。耶稣清楚明白，在这一群人当中，彼得真的懂了。这样的懂，不是彼得他用人的角度去懂的，而是天父上帝所启示给他的。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是一个真理，不是透过其他人的解说，彼得才了解，不是透过别人去研究完告诉彼得，彼得才承认，而是从上帝那边而来的，直接的告诉彼得，彼得对于信仰上直接的反应。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跟你旁边人讲说，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今天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我们比彼得或当时的门徒或当时的那些人更为有福气了，因为彼得已经将进入耶稣基督那个救恩的钥匙交给了我们，告诉了我们。不过即使你我都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都知道可能在我生活中我要怎么做，不过我们却有时候会忘记，就像彼得一样，他相信了，可是后来他又害怕了，他又退缩了，他又软弱了。所以在使徒信经里面这样写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在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这个使徒信心的告白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进入到信仰的核心里面去。所以当我们在面对各种艰难和挑战的时候，我们需要一次又一次的用信仰告白来坚固我们对上帝的一个信心。彼得确认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就开始给他的一个很明确的应许。这个答案是，耶稣说要从此建立一个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是要建立这样的教会，是要建立在彼得这种很确信的信心的上面，也就是建立在完全对耶稣的相信上面，是死亡权势无法去撼动也无法去赢过的这种教会。耶稣给了一把天国的钥匙，这一把是让地上和天上可以通行无阻的钥匙，就如同主耶稣所教导主祷文里面，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这是一种权柄，这种权柄是照着上帝的旨意去做的，去分辨出什么事情是上帝所允许可以去做的，什么事情是照着上帝旨意禁止不可以去做的。那我们都有一个遵循的方向。天国的钥匙可以开启允许的事情，天国的钥匙也可以关闭所不允许的事情。
这样的一个决定权，耶稣把它交给了彼得，交给了彼得，同时也交给在座的我们每一位的身上。之后，耶稣要彼得和门徒他们去传讲天国福音的消息，要去教训人，还要去解释，让人家明白这个天国的意义，并且说明在天国的这些律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不单单只是说我的教会是一支会征战的军队而已，他要说我的教会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建设的教会。这个建设呢，就将天国教导给人。所以拿着天国的钥匙，不是将天国这个门给锁上，把人排拒在天国之外，而是要去解释天国，好让其他的人进入天国。今天我们因为有福音餐会，我们有福音主日，我们将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就像当年彼得来到耶稣的面前一样。我们可以对人说：“你来看看。”但是这个看看，重要的是他们必须亲自来看，让他们亲自去体验到，才能在他们心里面得到那种上帝的启示的亮光。我们说，如果有一个人将他的信仰只是建立在我去研究、我去探讨这基督到底是什么这样的一个理论的话，其实他最后他可能没办法很快的明白。但是一个人若仔细的听、观察、等候，直到他自己亲身去得到上帝的启示，去经验到上帝的这个亮光的时候，在他内心深处，他已经打开了那个门。这个人就变成了今天经文所说的，他是一个活石。他是对上帝有完全的信心，被建造在磐石上面，而成为教会中的一份子。在你的生命中，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你所掌握的钥匙，哪一支最重要呢？是家里大门的钥匙吗？还是银行的密码？还是什么呢？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自己也在想，今天这一串钥匙我要是不见了，我可能哪里都去不了。第一个，如果我要回家，我一定需要摩托车的钥匙。我骑摩托车回到家之后，我需要楼下大门的钥匙。楼下大门钥匙不见没关系，我可以按邻居的，请他帮我开门。可是呢，我上到楼上，我家里如果没有人，我无法开我楼上大门的钥匙。所以，到底哪一支钥匙对于你、对于我是最重要的呢？进入天国的钥匙，耶稣说已经给我们了。打开这第一道门，就是我们完全的相信，而且我们宣告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是第一道的钥匙。进去之后，我们可以看见整栋满满的都是恩典，但是这里面有许多的门需要你一一的去打开。你就可能需要像教会的这一串钥匙一样，你需要一层楼一层楼，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去把它打开，去发现上帝的那个奇妙的恩典到底是有多么棒。读圣经是必须而且是一定要的一把钥匙，它这是开启对上帝更深认识的一把钥匙。祷告也是很重要的，它是与上帝建立更加亲密关系的一把钥匙。借着祷告的钥匙，你可以更深的去经历到上帝那无限的爱，上帝对你的爱。所以在祷告方面，刚刚在报告里面有说到，我们从明天开始到11月27号有64天的禁食祷告。这个禁食祷告表面上我们看起来是要为着教会，要为着长职的选举、团契干部的选举，为了教会年度的事工的计划，以及为了教会很多很多。但是在这个禁食祷告背后，最重要的是要让你跟上帝建立一个畅行无阻的管道，让你时时刻刻都与上帝连线。这样的禁食祷告是要让你跟上帝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跟你旁边说，禁食祷告是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
如果你还不明白禁食祷告的意义，在周报的第11页有写得很清楚。这个他所禁止的不单单是食物，他所禁止的还有你必须牺牲割舍的东西，那才叫做禁食。然而，在耶稣基督他跟门徒讲了这番话，他问了门徒这个问题之后，他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判断。他不单单只是在问彼得，他也是在问在座的你们每一个人：你们说我是谁？耶稣在问在座的每一位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具有天国钥匙的应许，彼得已经将那个门打开了，使得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会有许多的人因此可以亲近上帝，去领受到上帝的爱、恩典与应许。其实不独独彼得才有那个天国的钥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有这一把钥匙，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向别人去开启那个天国的门，使他进入耶稣基督那个伟大的应许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只要说，你向别人传讲天国福音的消息的人，你手中就握着天国的钥匙。就我们打开周报，里面会有一张粉红色的单子，那个单子呢，我印了一个钥匙的形状。这个要做什么用？这只钥匙要做什么用？这只钥匙就是你所拿到的天国的钥匙，你要向别人传扬上帝那恩典与拯救的爱的一个钥匙。所以上面会有一个姓名，这个姓名就是我们要在禁食祷告的时候，或者是在你平常祷告的时候，你要向这个人传福音，你要让他听见上帝国度在丰盛美好消息的这个人，你可以把它写在上面。你要为他代祷什么事情，你也可以写在上面。下个礼拜是我们今年的福音主日，我们的主题是新人祭。我们要邀请一些朋友来到教会，但是我们常常说，我们去邀请。我今天说上元，我邀请你来，可是我只说我邀请你来，这是不够的。我们要付上代价，要把这把钥匙复制给他。所以你要在这个礼拜里面提名为他祷告。你要拿着这支钥匙跟他祷告说：上帝啊，我要将这个天国的钥匙给上元，我要时时刻刻为他祷告。然后我在礼拜几的时候，我要邀请他来到教会。有人说只剩下1个礼拜，时间不太够，怎么办？没有关系，教会在11月27号有个音乐的感恩见证会，这也是你可以邀请他来的。距离现在有将近2个月的时间，在这2个月里面，你时时刻刻为他祷告。这一把钥匙，在你邀请他的时候，你可以给他。我要给你一份特别的礼物，就是这把钥匙，它可以开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世界。11月27号，你说还是太赶了，怎么办？没关系，12月25号教会的圣诞节的活动，你也可以邀请他来。所以在教会整个年度里面，我们都说我们每个人要向别人来传福音，我们要带领一个人来认识主耶稣。剩下3个月的时间，请你好好把握，将你已经拿到这天国的钥匙分享给别人，复制给别人，让他成为你的家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真的如此的爱我们，让我们在外面徘徊的时候，让我们还不清楚、还不明白我们生命的意义的时候，你早已将那把钥匙交给了彼得，你早已将那把钥匙交给我们信仰的前辈，你早已将那把钥匙放在我们每一个愿意宣告、承认耶稣是基督、是上帝儿子的人的手中了。主啊，谢谢你如此恩待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为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已经领受到这把钥匙而献上感恩。但是我们更要
将这把钥匙复制出去，要与更多的人一起来分享。因为这是上帝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所预备的，也是耶稣的命令，要使福音传遍地极，使万民都归向你。全能的父神，让我们开始预备自己，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复制这把钥匙，我们要将这把钥匙分享给更多的人。当我们进入这天国的大门的时候，求主你给我们更多的钥匙，让我们透过新生命启发课程，让我们透过信仰造就课程，让我们透过团契，让我们透过主日礼拜、周六礼拜，让我们透过各种方式打开你要给我们的这些恩典。愿主赐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这是何等的恩典！主啊，我们要在你面前，以我们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让我们的眼、我们的心感受到主你给我们的生命的活水。是的，主，谢谢你恩待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